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味專門對付下焦濕熱嘅中藥川黃柏。好多人聽過黃柏，但唔清楚川黃柏同普通黃柏嘅分別。好多濕熱引發嘅問題，成日反反复复，好似成日尿黃、小便灼痛、女性帶下黃濁有異味、皮膚生濕疹暗瘡、夜晚睡覺出盜汗，好多時就係下焦濕熱同虛火亂咁生。呢個時候川黃柏就大派用場。不過川黃柏味道極苦，藥性偏寒，好多人見佢清熱勁，就亂拿來煲水飲，飲完之後就畏寒、肚痛、屙肚，越飲體質越虛。好多人用唔對體質，反而傷咗自己脾胃。今日就同大家拆解川黃柏真實功效、實用搭配用法，邊啲人千祈唔好碰，一次講清楚。川黃柏顧名思義就係四川出產嘅黃柏，係藥材入面嘅道地貨，用嘅係樹皮。潼關、黃柏係兩種唔同藥材，藥效上面川黃柏清下焦濕熱嘅力量會更加突出。中醫入面話佢苦性寒，主要作用係清熱燥濕、瀉火除痉、解毒療瘡，最擅長就係清下半身嘅濕熱。好多清熱藥偏向清上半身火，川黃柏就專攻腰以下嘅濕熱問題。第一，處理各種濕熱帶來嘅泌尿同婦科問題。平時捱夜食得多辛辣油膩，會出現小便好黃、排尿有灼熱感、尿頻。女性朋友會遇到白帶變黃、質地黏稠、有異味、下陰痕癢，呢類就係典型濕熱下注嘅表現。川黃柏就係針對呢類情況好常用嘅藥材。第二，皮膚濕疹、瘡毒熱瘡，無論係身上反覆生濕疹、皮膚紅腫痕癢，定係生瘡腫痛，川黃柏可以內服，亦都可以外洗。好多人皮膚濕疹反覆，淨係搽外用嘢，治標不治本，體內濕熱冇清走，就會不斷復發。川黃柏就可以由體內清走濕熱毒氣。第三，陰虛火旺引發嘅虛火同盜汗，有部分人唔係實火，係虛火，成日覺得身體內部烘烘地，夜晚瞓覺出盜汗，手腳心發熱，容易夢遺。呢個時候一般會用鹽水炒過嘅鹽黃柏，鹽製之後藥性會更容易走入腎，專門清腎入面嘅虛火。唔同生黃柏主打清濕熱毒氣，炮製方法唔一樣，用途都會分開，好多人會搞亂。山川黃柏就係清濕熱解毒，鹽黃柏偏向滋陰降火，仲有黃柏炭炒到焦黑，多用嚟止血同處理皮膚潰爛燙傷，唔好隨便亂買，一種就全部情況都用。接落嚟同大家分享4款屋企都可以參考嘅實用食療同用法。記得川黃柏係藥材，唔係日常花茶，唔可以日日長期飲，內服建議諮詢中醫師，千祈唔好自己長期當保健水飲。第一款2妙飲舒緩下焦濕熱，材料川黃柏6克、蒼術6克，兩樣材料加水煲20分鐘，濾走藥渣飲，適合成日覺得身重困倦、下半身濕熱、腳腫痕癢、小便黃濁嘅朋友。呢個就係經典2妙散嘅簡化版。蒼術幫助化濕，川黃柏負責清熱，濕同熱一齊處理。好多人單純清熱唔化濕，濕氣困住，火就反反复复出唔斷。第二款栀柏簡化茶，改善虛火盜汗。材料鹽黃柏5克、知母6克，加水滾之後慢火煲15分鐘，適合夜晚瞓覺出盜汗、手腳心熱、虛火上升、成日口乾但又唔想飲凍嘢嘅人。注意呢個係處理虛火，如果係脾胃虛寒、成日肚瀉嘅人就唔適合飲呢個茶方。第三款川黃柏綠豆湯，外熱內毒，皮膚不適。川黃柏8克，加水先煎出藥汁、隔渣，用藥汁去煲綠豆，可以幫助清解體內熱毒，適合夏天熱毒盛、皮膚生熱痱、瘡癢嘅時候短時間飲用。脾胃虛寒嘅人就唔好飲多，呢個湯偏寒涼。第四款外洗方，濕疹、皮膚痕癢外用，川黃柏10克、苦參10克、地膚子10克，全部材料加水煲半個鐘，放涼到溫和溫度，唔好熱燙，用藥水浸洗或者敷皮膚患處。呢個就係外用，唔好飲落肚。針對皮膚濕疹、紅腫、痕癢，外洗可以幫助舒緩皮膚嘅不適情況。好多人會問，川黃柏咁好用，係咪可以長期飲水保健？絕對唔可以。川黃柏藥性苦寒，
最容易傷脾胃陽氣，呢一點一定要記住。邊啲人千祈唔好用？第一，脾胃虛寒嘅朋友，平時成日胃凍，容易肚瀉，食少少凍嘢就唔舒服，千祈唔好碰，飲咗會加重胃痛、拉肚子、食慾變差。第二，體質虛寒，手腳長期冰冷、宮寒、經痛嘅女士，唔好隨便內服川黃柏，會加重寒氣，令月經更加唔舒服。第三，體質虛弱，長期大病之後嘅人唔可以自行服用。孕婦同小朋友如果要使用，一定要經過中醫師判斷，唔可以自己亂煲水飲。就算係適合嘅熱濕體質，都唔可以日日飲，只係症狀出現嘅時候，短時間使用，症狀改善就要停用。長期飲會將脾胃搞虛，本來濕熱，飲耐咗變成寒濕，問題會變得更加複雜。好多人會將川黃柏同黃連、黃陳攪混，三者叫三黃，都係清熱，但側重點唔一樣。黃連多數清上中焦嘅火，好似心火、胃火；黃陳偏向清肺同肝膽嘅熱，而川黃柏主力就係下半身下焦濕熱。揀藥嘅時候唔好亂咁替代，買藥材嘅時候都要識得簡單分辨。川黃柏塊狀，剝開裡面顏色深黃，聞落冇咩特別香氣，入口非常苦，嚼起身會有少少黏膩嘅感覺。揀厚皮，顏色金黃，苦味重嘅質素會比較好。好多朋友遇到濕熱嘅問題，就想一直飲清熱藥水，以為可以將濕熱斷根，其實唔係。川黃柏係救急調理嘅藥材，唔係日常養生茶。如果成日出現濕熱症狀，都要反省下飲食，是不是成日食辛辣、油炸、甜嘢太多、牛嘢呢啲習慣唔改，就算藥材幫你清走一輪，濕熱都會反覆返來。